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除了今仔日第二天的汉光演习之外，还佫一项代志你着要注意。你讲空中塞车爱航路，讲用就用，嘛无挨啥子拍招呼。问题是这条航路，你敢用会照着？万一突然间弯过来，战斗机来对路，这是安怎如何是好？今仔日四位专家斗阵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前 F-16的總經濟教官，那麼黃永德黃教官。大家好。第二位是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教授林應佑。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資深軍事記者郭豐忠。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全球防衛雜誌主任陳國明。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是安怎，咱要來關心到這個民航航路的代誌。中國民航局頂日啊宣布講要來啟用到 M503這個航路的第三條小接的航路 W121。就學者講 ，M503相關的航路使用率是無懸啊。中國的目的悠遠是政治因素。那麼要來壓縮到咱台灣預警的時間，增加空防的壓力。中國民航局昨日宣布啟用 M503航路的第三條連接線 W121。有中國網友講，提前早起為香港飛去上海的國泰航空 CPA376航班已經首先經過 W121實際飛行，對此咱國民航局無要回應。專家為航跡圖甲起降機場分析，認為這是錯誤的信息。使用的 M503的航路，并没有用到 W121那个什么122跟123。回顧2015年1月，中共月色 M503甲三條連接東向西航路，離台北回航前埔區邊界上近，只有7.8公里，引起疑慮。所以，今年3月，兩方經過協商達成共識漸完 ，M503只會當向南飛行，可向西南偏移6海里。也毋過2018年，中共單方面開通 M503就八甲三條連接航路，2024年個取消 M503飛行偏移，加啟用 W122、W123，今麥個啟用 W121，學者指出 M503等航路實際使用頻率無懸，中共這個舉動是想要壓縮咱個武警時間，增加空防壓力。本來在台灣海峽上面，我們本來空軍就有也來我們訓練空域，那等於現在他把它壓到幾乎到中線，再加上他聯合戰備警巡不斷的在飛，其實對我們來講是會造成相對的一個壓力。民進黨立委批評中共以無清楚地帶干擾，進一步壓縮咱國主權甲地權。在野黨立委呼籲政府袂當只有客氣甲發聲，而是愛提出解決方法。並沒有窘迫到需要啟用這一條敏感、特殊、引起紛爭的航線，所以很明顯是一個政治跟戰略上的決定。外交部譴責，陸委會要求要協商，問題是到底能不能解決問題？M503等航路牽動國防甲維安，如果拄到咱國漢光演習，國防部譴責中國相關區域緊張，閣表示海空軍已經將強機採取規模平衡的可能性，直至日常訓練修訂。公視新聞採訪報道。咱睇看這條新聞吼，觀眾朋友你以早唔捌接觸到這個相關的資訊啊，我給你一個小塊的概念。雖然才請這個黃教官吼來講個詳細。首先你來看這張圖表頂頭。這個青色的，吼，這綠色的，這就是咱吼台灣咧用的這個航路，吼，這個這唔是航路吼，是航路吼。啊，這紅色的，這紅色的是中國因咧飛，那麼結果即馬伊咧推進，差不多這個移了差不多差不多 M503吼，差不多移了差不多6海里，吼，移來中啊，這個拍大的這個線，安尼，啊要用來遮。那麼照你講吼，不管你要安怎用，你嘛是挨殺自己，吼，伊就是甲你宣布，這是自早人伊就有這個使用權嗎？還是講無呢？這個因為這是
这就是咱中国啊！我要用倒位就用倒位，我是有甲你讲是甲你尊重哦。教官安怎来看这项代志？这件事情很复杂哈哦。他从2007年开始，其实对岸就提出需求了。那时候就不断的跟我们有一些往来，我们也跟他提出来，就说反正意思就是你没有按照程序来，你怎么可以？你怎么去设这个航路？哦，第二个有一个政治的现实，我们画的那条线，我们叫它是海峡中线。哈，全世界只有我们认为那是海峡中线啊，哈，并没有对方不是认为。但是这条线实际上是什么呢？它跟我们台北飞航情报区跟上海飞航情报区的交线很近。台北飞航情报区这一块以东的中线以东的这一块是属于我们的飞航情报区。所谓的飞航情报区，我们必须要在航空的这个无线电雷达的管制下，去引导这些飞机有秩序的进行航路飞行。那在那边上海飞航情报他区，应该管，那是他管的。所以呢，可以举一个例，我今天跟一些朋友在讨论这个问题。我家有一个围墙，你家有一个围墙，对不对？啊，我在我围墙里面做什么？我有知会你。够了，那我至于我要怎么做？刚刚主持人讲到说，他把它往东移了啊，6到7海里啊。实际上那个是在2015年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意见嘛。2015年的时候，1月19号到20号，由 IATA 在吉隆坡举行了一个这个南海航空紧迫的这个问题的解决的一个协调会，其中要求了请了美国 FAA 的代表。然后，中国的民航局 CAAC， 香港飞航情报区、台北飞航情报区就是我们 ICAO 跟 IATA。我们虽然不是 ICAO 的会员，但是我们是 IATA 的会员。教官 ，IATA 是什么组织？你和观众朋友了解一下。IATA 是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就是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对。它是联合国下面的一个有效的组织。它是另外一个叫做 ICAO，IATA， 一个 IATA， 一个叫做 ICAO 是等于是联合国里面的组织，所以它就所有的航约各方面来进行管制，所以它有会员国。我们不是民航，我们不是联合国。那不是联合国嘛？对，但是呢，所以它在制定这些飞航情报区。跟这些航路跟各国相交的，因为安全没有国界，民航运输没有国界，所以他才会界定所有的飞航情报区不得以国民的方式存在，所以他们才会有上海飞航情报区，我们才会有台北飞航情报区。我们的南面是马尼拉飞航情报区，左边是香港飞航情报区，右边是冲绳飞航情报区。所以你这个东西它是不牵扯到政治的。那他在2015年的1月19号跟20号，实际上就开了这个协调会，我们也严正的表达说，你这个靠我太近了，好，那我们在操作上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有问题呢？我细说从头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些飞航情报区都有重叠，然后都有所谓的交接点。为什么呢？我要飞到那个点，你就说，哎，请你换。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对，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飞航情报区，按照 IATA 画出来的，我们民航局跟我们现在公布的所有的我们的飞航情报区是跨到大陆这一边，跟 ADIZ 一样，但是我实际上管不到这里嘛，是名义上啊，那样啦，名义上，但是ICAO 的文件发布的，我们就是这一块尖尖的。但是几代含级啦，那这个东西，我举这个例子，我们的右边，我们的右边实际上它比我们的 ADIZ 多了1度，多了60海里，我的 ADIZ 在右边的时候，那边有一个小岛叫与那国岛，那是日本的，所以我们的 ADIZ 画到那边的时候会有一个圈出来，可是我的 FIR 是到这边多1度，为什么？想要修量一下啊。早期民航机的爬升率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不希望这个飞机在爬升的过程中爬升到过来换呢。然后这时候你换给你
你要从雷达去跟他扫他，然后去叫他，去跟他认证到底是不是他。对啊，所以说通常都是你到了高度以后摆平了，我们再换过去。那底下的被我们包进来日本的领土，这些机场怎么办？就跟我们的金门跟马祖一样，刚人打掉啊！所以跟我们的金门跟马祖一样嘛。现在的金门马祖实际上它是在上海飞航情报区里面，是啊，哈，对不对？好，所以他给你一个高度以下，你自己管。哦，这就3楼以上的我管，2楼以下的恁自己来。对，他就许可你嘛，要不然你这个不是一个正式的管辖。所以我们在东面一样有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在西面一样有这个问题啊。哦，安尼教我，安尼意思就是讲，好啦，互你用啦，但是你看你要去几楼，你就踮遐几楼，你莫来我2楼1楼。他下面他不管你，可是你不能上去啊。他上面的我们也管不到他，但是他不能下来啊。你到底是好事还歹事？好，我们先撇开政治上这些来讲哈，理论上来讲，这个东西已经做了那么久了。503 OK 啦，咋当啊？503也画了很久了，画了很久。2015年，他也是你给他建议，他接受啊，所以他把他伊嘛去叫部去 ICAO 去申请嘛，都做完了我家院子里面的路，我去跟主管单位申请完了就好了啊。我不必要跟你讲啊，但是你跟我讲说靠得太近了，我3亿上我就往西移了6点多海里7海里然后我同意单向，我先不要这旁边这些我先不要用，自北往南，自南往北也袂使，就单向先开放那因为它的确那个 A4拐洞航路太拥挤了，我以前在复兴航空。只要我们飞这个大陆的，每一次都来报说我要晚4个小时，晚3个小时，流量管制，因为它发展的太快，这个交通太繁忙，然后再加上它的军方随便就申请说我在这边我要管制，所以说那个流量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说他一直很积极要开这一个。那刚开始是大家都还没有翻破，没有撕破脸，跳破面嘿，那所以说。他也同意说左移了，也同意这几个支的航线不飞，至少它不由西往东飞。你这条路变成是大家袂惊讲你是要来对我安怎呢？那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其实它的流量一直在增加。那你要启用呢，你要去跟 IATA 讲，IATA 跟 ICAO 的关系是什么 ？ICAO 是这个行政组织，对，联合国的行政组织。IATA 国际航协，我是依据这些合约、这些约定，我来制定这些航线、航空公司要怎么样去交换资料，对不对？我的护照要怎么样去交换？我是由这个国际航协来做的，所以你的航路制定它有一定的程序。那这个会议它也有一个编号，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 SCSMTFRG/1IP/03。我抄起来，公开版，所以这些大家都可以去看那这个界限画起来了，我看了很多。今天我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觉得说我的想法很不可思议。其实这个我在2年前还3年前在公视的有话好说我已经讲过一次了以色列在1980年代去打这个。伊拉克的核子反应炉，用了 F-16A 跟 F-15，因为那时候航程的问题，所以他用空中加油机当掩护，所以我就密集编队，躲在那个肚子下面，然后到了一定的距离以后，因为隔了约旦，然后才到伊拉克嘛，我够老干呢，所以他到了以后，空中加油机就回去了。然后他就进去，砰砰砰砰砰砰打了，就回到以色列了。多穷必修钱呢。好，我们不要一直拿1980年代的东西来看现在。现在以色列去打更远的，叫做伊朗的那个核子反应炉对不对？他怎么打的？他把他的 F-35I 装上了他们自己研制的470加仑油箱，2颗，自己炸一趟。自己炸冷烫，
然后 F16跟 F15，F16是中间带了一颗300加仑的油箱，左右各带一个600加仑的油箱，所以他们飞1000多公里去执行完任务了以后，回来油不够回来怎么办？跳耍？不行，因为现在的科技你没有办法去躲在空中加油机下面。所以他跟叙利亚讲好了，叙利亚提供给他空域，叙利亚北面，所以他把他的空中加油机飞到叙利亚北面，他们要填这些回来到那边加完油了以后，再飞900公里回以色列。所以如果他现在还可以用仿冒的方式去用这种方式来转进来用，他会遭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规定就是不能走军机嘛，不能走攻击性的军机嘛，你军机一定是无害通过嘛。你要走军机要走航路，一定是无害通过。你要接受所有的管制。你是逆中战机的话，你也要把你的这个识别器打开啊。好，那以色列不是，印度跟巴基斯坦在打仗。印度准备要去攻击了，巴基斯坦也准备好了。他做了一件事情，关闭空域。他发布了不可以进到我的空域哦。我被羞怕哦，他会羞怕嘿。请问，如果老共要对我们动手，他要不要把503关起来？不一定呢，他一定要关起来，否则你怎么打？教官，我讲一个较白吼，你罗马吼，那你相拍的时阵，伊咧管你什么物件？所以前阵子老共有一个这个军事研讨会，我相信老师大概有看那一段哈。他就讲说，什么时间要让其他的国家从台湾撤侨，所以这些你要再打仗，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对不对？他在边际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通知各国大使馆，你要不要撤？赶快撤一撤。所以我们的外交部在那时候撤啦，中国的外交部没有撤啊，所以记得吗？所以我们撤了以后，他搭着我们的便车，赶快跑到这个别的地方去。是啊，你看，好啊，对啊，是啊，所以他要去撤，他不撤，这个仗打完了以后，他要到国际法庭去的，战争罪。这就真歹讲啊！我要来请教林老师哈，林老师，因为我的感觉是讲，如果伊来真正要甲你修理，要甲你拍吼，伊就不管3721啦，伊就甲你射落去啊。伊敢会关于这？这是一种思考。但是退一万步来讲，我感觉教官讲也有道理啊。伊若真正要甲你拍，是不管时阵就来啊啦，对不对？你咧关于这问题是要安怎甲伊讲甲会顺车？林老师，讲真正啦，伊假使伊要拍，咱的雷达嘛是看有，咱嘛知影哦，伊要拍，他要木马屠城，这个基本上现在是就拍供了，这很难，这已经不是一个办法了。但是今天 M503这条代志上重要，是在国际上面，他要告诉国际说，今天只有一个中国。我会觉得今天这个不是军事的问题，今天这是一个国际法律战的问题。因为刚刚我们有讲过这一个国际民航组织啦等等的，在讨论还有这个飞航情报区啊 ，OK， 飞航情报区有台北飞航情报区，有台湾你这边一席之地。可是我在制定航线这条代志，无你台湾的代志，是我讲的才算。今天中国他要表达是这一点，他要告诉国际上面是今天在联合国这一个联合国里面，台湾你是没有国地位，你没有国家，你是我们的一部分。兄弟，然后你台湾就参出像香港一样，你是中国台北这样子，这个是中国他要去表达。北京他在这一件事情里面。说实在，你说航线繁忙还是什么，这些理由白啦。伊真正要创的，就是告诉家你讲，我今天要怎么移，要加几条线，台湾无你的代志。我讲总督省，他要表达的是这一个模式。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在整件上面的话，你说它是不是有启用啊这一些？因为其实教官也知道，我们现在空防跟过去有很大的差别。可能80年代那个时候，这个伊拉克可以，可是现在应该是机会不大。所以其实你在军事上面这一点相对是比较低，反而是回归到国际政治上。国际政治上，那我们特别要看他为什么我们从2015年当时就供啊，好，当时说公布 M503，
可是后来我们抗议还怎样？两边有协商哦，有一些动作哟。所以2015年登当时3月的时候，我就可以偏移还是什么，暂时不启用这几条了，就代表说我也给你个面子，我也说你来跟我协商，我愿意。今晚就是不爱有咱民嘴的对吧？今晚搞成衰民啦。他现在是来给我们洗脸的。高官一定讲，你准备掉，高官你讲去。我补充一下哈，这个东西如果用政治来看，我不去碰，但是我们用道理跟规定来看，对面叫做上海飞航情报区，本来就是他制定他的，本来就是他制定他的，他也可以不用找我们，他可以不用找我们，我们可以给他建议，他可以收，他也可以不收。那我们现在就要看这个已经木已成舟了嘛，而且接着这几个分支的航线都打开了嘛，那木已成舟了以后，我们就要看清楚哦，你今天只要他违规一次，我们有没有抓到？我们要抓得到哦，那如果我有抓到，我就可以大声的跟国际讲，你违规啊，你明明这个底下你不能低过1万尺啊，那你怎么可以违规呢？对不对？那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怎么讲，他照飞，那我们怎么办？你们没法啦。好，那我要去精进我的，我的空防我要怎么精进？其实，我有一些前辈们，他们在电视上讲说，你这个空防都压缩，你到底怎么办？很抱歉，我要跟各位讲，我们当面的这些机场一起飞，我们就掌握了，我们就掌握了，你是什么机型的？对不对？几点起飞？你有没有带弹？你要干什么？机器该辛苦啊，你看啦。没有啊，那个都是一样啊，就他就这样起飞。我父亲在30几年前担任这个作战司令的时候，1年之内有13架的中国的民航机被劫机到台湾来，没有3通哦，什么通都没有哦，他就直接飞了，就过中间就过来了。对头了飞来。对啊，因为他被劫持嘛，对不对？那时候处理了13次，所以已经有了一定的程度的这些。我那时候在部队，所以我在警戒的时候也是 scramble 起来，然后目标在哪边，飞过去一看民航机，那你就跟他编队啊，就看他有什么。其实有一节啊，他不会，因为他就是个民航机嘛，那我们就引导他到这个中正或者是到松山去落地啊，那这个都有一定的机制在。我们要去看，我再怎么骂他还是要飞嘛。那我们是不是要检讨一下我们自己的？我有没有足够的兵力可以对应？他起来的这些，我们可不可以足够的去看？我们每一次国防部都用一句话叫做“联合勤监侦”，这句话讲得很简单。这5字叫做联合勤监侦啊，监视啊，侦查。那联合勤监侦要用很多不同的手段。去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国防部每次讲说今天有35架，其中有15架是什么飞机，15架是什么飞机，然后5架是什么飞机，然后他们在什么地方，那我把轨迹画出来，那这样子还不够表达说我们在国防上没有松懈吗？更何况有一些如果没有去贴着它去飞的，地面上的雷达跟飞弹已经在追歼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与其在这边讨论说，你就是霸道，你就是那个你讲死他还是要飞啊，对不对？那不如说我们去周延我们的这些做法。所以我相反的过来看，其实要去观察他。我们裴洛西过来了以后，他来做演习，所以他在东山岛那边发布了那个飞航公告，所以他的 W121就不能飞啊。不是吗？那我们是不是要去密切的去注意这些？否则它会打到民航机耶。那这个 M503的航路，依照我去看的资料，大概平均都1000多架次一天。我们没进阶呢。所以各国的航空器都有啊，不是只有它的啊。那你要做这些，你要去中断它，你要做什么演习，你要做什么作战任务，你必须要去把这些人赶走啊。你不会放着他在上面飞，我在底下打飞弹。这不那是民主的问题啊。但是这应该某种程度，像林老师所讲的，这是国家一个格的问题，国格的问题，敢是？是没有错。你画了这条线以后，它的交通便利了很多，同时他自己也把手跟脚绑住了。
你要兼顾，你没办法兼顾包赢就对啦。哎，那就是报几个，这就变成说，其实他要做展现他大国，他要表示说这个是他的事情，没有我们的事。可是他既然定了，他也要遵守国际民航的相关规定。所以这个有时候会变成说，他必须要去画出一些社旗区也好、禁航区也好、警戒区也好，那是不是反而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去观察？咱台湾话有一句话啦，你甲我增效，我就爱甲你增效等去。但是咱在这个飞航情报，还是咱飞航咱就是无违法嘛，不是安尼吗？是不是安尼？无一的话，但是我们对不起啊，2分钟。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把它下航跟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那个春节包机把它取消掉了，不让他来，因为他们2个有在用503，对不对？所以你要用，其实它还是有很多反制的。是有一寡美感啦吼。对啊，那其实受伤害的是台商嘛，台商要回来回不来啊，这就是嘛，这相关啦。人家用法律战对我们，洪你嘛空军出身的，你来讲看嘛。像拄啊，邦国教官讲到迄吼，劫机吼，海这个上济迄几年吼，其实拄好是我做空军进前几年，迄士官长阮入伍吼，到遐吼，班长来讲吼，哦，迄当时吼，迄偌济，迄个飞行机安尼直接就降落来，伊讲因基地吼，家己嘛无警报，伊就看到讲哪有，那对方的民航机降落来，啊，当然是有咱的空军的战机飞落来吼。啊，所以迄阵感觉来讲，无两边无真正来往，有遮济代志，所以对空军来讲，其实压力真大啦。吼，伊加画即条 M503，吼，迄阵已经是10年前开始，加足代志，但是讲真诶啦，比较起来吼，迄 W122甲123这2条，其实是较针对咱外岛，一个马祖。一个金门嘛，因为伊附近对面就是因个机场嘛，所以伊讲无需要，迄无法度，因为来往吼嘛是有咱的人啦，吼，不管是讲咱台商过去做生意啊，台干去遐上班，还是讲咱的陆配吼，不管查甫来往甚至有第2代嘛，啊，即拢咱家己的人，咱咪袂使讲啊，迄卖飞，吼，啊，所以123这条是上北边，其实。对咱空域的冲击是上细迄一条啦，啊，只是讲，因即马吼，我讲歹听啦，北京最近想要修理咱台湾的政治吼，政府吼，想到无步啊啦，连这条吼，伊个怎讲，这北长伤矮啦，伊这条有做无做吼，对咱来讲吼，影响是足少，就像讲伊昨宣布讲制裁咱中科院。这才能讲台船咧做咱的潜舰，做军舰这抢，啊，这抢个本来个要制片讲，我不爱用中国这物件先，啊，你个讲，你个不爱输出互阮，啊，毋是做好笑的，所以咱讲无话回讲，即因中国这个三部啊，我对安尼看，这是《三国演义》里面哦，周瑜拍黄盖啦，我你来甲我拍，你拄啊好啊，大家啊一来一往啊，但是这项代志。像托塔芒果教官讲的，就是讲，啊，这就是人伊代志就是安尼行。这就变做讲，咱要如何要来预防，要来预警，啊来增加着咱的安全度，应该是安尼来思考。但是这个一方面，我要来请教着国民主任吼，就是讲，即马当咧演习，吼，啊若这真正像芒果教练讲，伊这对面你飞起来。一只河神飞起来，咱就知影啦。他有啥物通好惊？什么铺设？无迄个铺设的，就一个天顶咧飞，无迄个铺设的物件，敢是安尼？咱讲啦，咱除了所谓的乐山雷达之外，咱高山内面拢足侪雷达，雷达看啦，雷达就是目睭，吼，雷达就是台湾的目睭，哦，伊目睭会看种远的哦，看种远讲，咱讲乐山会使看几千公里嘛，其实免，吼，其实免，为什么免哦？咱其他的吼高山拢有雷达拢看有啊，看有为什么讲？哦，比如咱北部有一个，吼，其实古早伫屏东，吼，应该屏东，遐要搁起一个乐山，啊，佮无经费嘛。其实迄个若起起来了吼，其实咱拢看有啦。啊，即摆武器拢足厉害，你飞弹拍出去，看会着就拍会着，啊，拍会着基本上迄飞行机吼都已经落实啦吼。
咱讲歹听，你若讲中国要用一个100吼按无人机过来咱想一个画面，好，伊摕一个无人机大型无人机内底藏3、4只4、5只、6只好了甲1980共款以色列共款。伊若飞开了后伊迄飞弹降落来，其实咱有啥物伤害？其实1只、2只、3只、4只，甚至10只无人机牵落来炸弹，其实对咱来讲无啥物伤害。为啥物来讲咱你感觉足奇怪其实我讲，除非伊牵原子弹，若无咱其实咱即摆RC建筑其实拢会砍的会砍哦。这是同歹的状况嘛。你这还有一个状况是讲，咱古早伫想讲中国敢袂使坐迄无人机直接甲咱的空军拍败了直接坐无人机去松山机场内底呢藏一大堆迄人甲咱讲，有这个可能无？古早有可能，即摆较无可能。为啥物来讲？就讲咱上山嘛有部队嘛，你就是拢部队拢白食白穿的，毋是？咱部队嘛有境界啊！伊看到飞机落来，其实伊嘛会拍空军嘛是共款。上山的风炮上硬就对啊啦。毋是无咱大概机场拢共款，机场的宪兵其实拢有境界，警戒拢有境界啊！伊看到飞机无共款，伊拢有境界咱讲歹听，你咱雷达看到伊个大批的飞机起来，咱各部队拢有境界啊！咱有证啊，有证了后，咱就使去。进入阵地你看要疏散就疏散，其实咱拢会做啦。过军咧就是这摆在讲，咱民众拢无看这段，为啥无看这段？讲咱拢无看到伊避阵，无较少看啦，较少看。咱军咧嘛无你认真讲你爱甲这报道互大家知，叫讲互大家知。对啊，你就叫有演习甲大众讲所以人伊讲者，大家就惊到要死安尼啊。应该讲啦，比如讲咱雷达看有嘛你讲不讲咱雷达拢看有民众讲我无看到你会粒上那你一般人看有安尼就免算啊。对，没有，你爱去设计讲伊军的单位有啦，我知影讲有一个退伍的这个中枢伊咧创一个 APP 顶头拢不时拢有人看。迄是另外一段，迄是另外一段，迄讲我们叫爱国青年爱国青年伊听无线电迄是另外一段。我意思是讲用听的我意思是讲咱的军的就我新闻单位不管是青年日报军文社，因来甲适当的咱国军的避战的方式甲迄摄影还是翕相讲互大众知。你无讲你讲光复大概我们联合清真人联合清真人到底是啥物唔知唔知你来听起来联合地下情，这怪怪的。芒果靠咧，芒果靠看，即马安尼好，我假设讲这事务性的咱拢解决啦，政治性你会当讲一下。如果那是你要来对台湾的民众讲个春车大家讲了安心大家讲我要安怎处理？我讲回来就是大家要支持国防。但是要支持国防，我很赞同刚刚陈主任讲的那个因为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沟通很差？国防部跟国防部的所属的这些相关的单位跟民众的沟通很差。你跟立委沟通还不错，你跟民众沟通很差，为什么会很差呢？这个东西衍生出来一个叫做预备兵力，也是这一次汉光所讲的，刚刚要提到的。你知道空军的空军的以前空军叫做防空炮兵跟警卫司令部，对不对？防炮把飞弹当初给了这个参谋本部下面的飞弹指挥部，拨出去再拨回来，洗一洗弄一弄，全没有了。空军的警卫部队，你讲甲足悲哀。我跟你讲，真正是足悲哀的。是啦，我空军退伍的。我爸爸在当总司令的时候，空军有6万多人，快7万人。现在有多少人？3万多人。还无满编呢。好，那空军的警卫，大家刚刚讲的说飞机下来了，以前是一个营500-600人在保卫一个基地。机场他要做什么？反截击、反空降，还有这些卫哨勤务，这是他的职责，对不对？我在干队长的时候。所有的警卫部队移编给宪兵，移编给宪兵没有关系。然后经过这个金石案、金金案、金翠案整一整、揉一揉、塞一塞、弄一弄，
还90个给你，所以现在一个连队里面只有90个宪兵。他们跟他拨转呢？比保全还不如，为什么呢？他要有一个快速打击班待命的，所以他能够照顾的那个卫哨的勤务变得很少，只有几个主要的出入口可以去做。那国防部一直讲说，我编了一个那个空军的警卫旅、后备旅给你，所以一个基地会有一个营。请问都康的啊？不但是康哎，我等一下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哦。我们有一个 publication 叫做这个 military balance， 军力平衡，这个是 SCN 斯德哥尔摩那个，对，欧洲斯德哥尔摩的智库出的兵力的一些报告，每年都会出一个2024的兵力报告，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的现役有17万人，那大概没有什么问题，陆军9万多人，海军4万人，空军3万多人，然后剩下来是海巡跟这个我们讲的所谓的这个保安警察。我们的后备军人有多少人，你知道吗？又跨埋。我今年60岁啦，吼，已经退伍然后40年啊啦，我早就毕业啊，我都无算啊。我跟你讲哈，他在那个上面写的叫做169万人。我这多人。好。然后陆军有150万个人。照可怜。好，所以我讲美国的给你听，美国的现役的有100多万人，他的预备兵力其实应该叫做预备兵力啊，它叫 reserve。reserve 的兵力有多少人呢？有79万人。美国那么大，怎么还比我们少那么多？所以我们的这些数字啊，这一次汉光演习我也很想看一看。你终于要做一个联兵那个后备旅的全旅的一个动员，对不对？可是你不要忘了，我们 M503它会飞多久？不是刚冷刚凉呢，总注意啊！对啊，它也一直飞落去呢。我们今天汉光演习搞了一个10天的，我们以前就是忍一忍嘛，3天5天忍一忍嘛，不睡觉就不睡觉嘛。对啊，那你现在弄10天就给到呀。对不对？那你如果说你要这种持续性的战备，你的预备兵力在哪里？我永远就是这一批人。高华，咱今嘛空军会当飞，会当飞，这飞飞官呐，几个？那个数字很抱歉哦，我已经退伍也蛮久的，我也60岁了。那现在按照编制来看是足够的，你要修整是等呢，我准备着嘞，然后开始打完了以后，战争是残酷的，会有战损，会有战耗，不然然后退休啊，没退休，对不对？然后你一直编的一个都在纸上作业，都在算人头，我后面有几万人，我跟2个陆军的长官，我们在节目上我就算给他听啊，他说没有啦，那多少时间内动员大概可以到7万人，那你就写7万啊，你干嘛写169万，对不对？然后那枪在哪里？你的装在哪里？枪都还在黄油膏里面。地姐不要 I want you， 咩征兵啊？好，然后你有民防，现在大家那么努力，有民防这些，你要不要把它组织，把它纳进来？你不把它组织纳进来，那每个人就散兵打鸟啊，所以。这次汉光演习很有意思，我很想看一看。我先请林老师来讲一下，这摆汉光演习除了前几天他高官一直讲这整个这个咱的规个理提起来，甲这后备来用，你有看到什么物件？咱爱知影讲这摆的演习啦，上重要头一个就是天数10天9夜。为什么是10天9夜？很简单，过去刚刚教官有说忍一下就过去了。还有一个就是你后勤呢，以前你一个人单兵，你单一部队出去打野外或出去，你顶多1个礼拜，或者是顶多5天6天。可是现在就要把你拉到10天9夜，就是强迫你必须要去验证你的一个后勤能力能不能跟上。气力恢复会当出家，要去试你的一个战斗的一个补给能力，跟你移动之后的一个效果是如何，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这一次我们把汉光跟我们所谓的全社会韧性去做一个结合。以前我们都听过万安演习嘛，万安演习这空袭警报一来啦，要闪啊，要被安抓啊。但是这一次为什么现在要把前线跟后方直接结合在一起？最重要就是大概怎样讲，不管是中东战争还是俄乌战争，公警讲台湾就这么一丁点大。任何的开战，你要说全部是在决战境外，在境外打，不可能。现在的战争一定都会打到我们台湾本岛这边来。那在这样的一个交战情况之下，我们的民众要知道如何去结合军方，或者是民众要知道我要去哪里集合，不过或者是我要去哪里做疏散，会变成前线跟后方是没有距离的。这个也是这一次汉光演习要去讲。这也没发生哦。这几天会出来，这几天有出来啊！人民开始要去一些地方，要去这个韧性演习是已经开始了呀。因为高炸弹拢讲啦，境外敌人不会登陆嘛，制空制海反登陆没有登陆，所以不用演练打到城镇这里。早期是这样子讲，我们在海上就打赢了。可是现在不是，我们要实际就现在的状况来看。它是有可能直接空中突击，或者是海空冲进来啊。过手啦，红会过手啦，友好合作，这背机啦。今嘛是从城贺主，除了外面之外，我还要到内部这边，从岸上这一边，我也要进行贺主跟拒止作战。那同样的，我们不会打第一枪，第一枪应该是老公会先打。那我们不能第一击就被人家技术击倒 TKO 结束啦，不可能一拳就结束啦。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提韧性这个词？就是当你被打的时候，你还有能力去做反击。所以其实这一次蛮大一个关键就是汉光之外，我们要把全社会韧性。那全社会韧性又是提到各个地方从每一个县市都要有相关的作为，去应对现在的新状况。这也是我们的防卫战略要随着老共他如何去进步，他的一个变化。那我们要如何去跟着老公的变化去调整我们的战术战略？那当然就是我们也有新武器来了，不管是这个战掐啦、海马式啦，或等等，有新的武器，我们就有新的打法、新的作战模式。那要如何去融入？其实就是这一次的汉光41号很多一些亮点，很多一些观察。那现在还在进行中，我们就要看的是在这10天9夜里面，它的变化是什么？来，洪总，你今天早起有去看？战车嘛，吼。对，因为F2T。啊，我这看讲，伊后当夜战，吼，后当协同作战。啊，今日早起敢唔通看到这，还是讲伊敢发射伊的炮弹尔？因为今日来讲吼，伊的这个射击的这个靶枪吼，是向海边迄边去的。啊，阮翕的时是为伊车尾才翕过，所以你讲看夜间，其实毋是敢看暗时哦。蒙雾吼，还是讲迄落这光度较低的时阵吼，大蒙还是讲你烟雾弹弹出来吼，伊干嘛透过哦，伊嘛看有哦。哦，嘿，伊这个吼，咱伊个陆军甲叫做猎间的迄个系统，猎间的系统，因为伊是用包括红外线、红外线，加可见光的，吼，伊用透过，伊用看你的热度吼。因为咱讲吼，辨识讲迄个形体，讲是战车，还是讲人，吼，还是讲车，因为迄较小吼，看会出来。啊，搁上重要，伊车头顶吼，指挥官吼，一台战车内底吼就指挥官，车长，啊，甲伊的射手，发射这手，因两个拢有各一套的迄个瞄准的系统，伊是会当斗做伙，但是会用独立去掠目标，比如讲。头顶的那指挥官车长看到一只伫东边这边，射手看到另外一只伫这边，指挥官用决定讲先拍对一只，吼威胁上紧的先拍，但是伊拍的同时，当共的时阵哦，我会用去瞄准另外一只，马上佮交过互射手，也是讲车长家己接手，向甲拍落去，这个人家讲叫做 killer hunter 啦。会使甲抬，嘛会使甲堆散，吼，所以讲境外战车渡海起来吼，会较轻的吼，起来毋是伊的对手啦。伊这串架头85公分嘛，对，
所以一般的这舰架然后拢你也是水陆两用的舰车起来吼，迄个较轻，伊的杠半较薄，所以拢会通过。所以起来吼，差不多99.9拢out到，吼。所以其实照你讲啦，咱若训练拢有够，也是搁后壁吼，可能搁买小较济一寡，因为咱若 M60A3 较旧吼，也是讲迄个 CM 永虎吼。CM211伊也较旧的吼，咱慢慢甲替换的时阵，咱的战力会搁转的。所以比如讲，你啊，咱讲中前贺主吼，一站安尼甲倒起来吼，甲扎起来。这后壁头前中拢有的时阵，咱莫讲第一线啦，咱个算好放好2摆有绕高的吼，好2摆较差不多第二线，有遮听进遮建筑部的时阵吼。伊都咧无咧秘，伊个算秘咧平家厝啊内底吼，照常甲通过。所以这讲真诶吼，真重要。咱争取足久诶，我拄则来录影进前吼，一个庄家边诶退伍诶一个朋友，伊甲我传信息互我讲，伊看啊足感动诶。咱争取偌久，伊拢开老舰车吼，M48迄可是偌真。越战吼，迄个时阵老落来，到即马。敢若一世人驶牛车，突然间买着 Mercedes-Benz 咁。伊讲足无差，伊退伍啊，无就接着上好诶。啊，但是伊有感觉，伊讲这真啊足好诶，足感动诶。吼，这对战略足大提升。所以咱来吼，丁小姐讲，真正像拄啊郭明兄讲诶，咱来支持咱家己诶国防，该买吼，咱得算盘对无吼？想办法来买。我要注意佮讲一摆。有人讲你买个舰车，买舰车有啥物好？人落来飞弹落来要拍拍死啊！你甲你封锁时，你就惊死啊！买只舰车要创啥物？咱来讲哦，乌克兰战争吼，无人机弹起来，人会讲啊，你买战车拢无好啊！吼，罗西亚战车毋是用拍过是嘛？吼，你乌克兰的 M1 嘛是用拍不过哦。莫讲罗西亚嘛无人机哦，无人机嘛是甲你乌克兰的 M1 拍过对吼。人安尼讲，你搁买战车要创啊？你是头壳歹伊嘛？吼，咱安尼讲啊，为什么爱战车哦？咱讲咱的战车 N60A3 吼 ，CM11猛虎哦 ，CM12已经去封存去积极吼。咱看今仔日汉光演习无？咱话倒搁你用啥？你知道 ？M411D， 啥物意思？你搁用韩战的时阵的米啊对？咱即马搁用 M411D。你金门吼，所以我这是较悲观啦。我较悲观是讲，咱会使买M1A2T， 爱使买较济哦。买较济毋是讲地表最强战车，我较悲观。我是讲吼，咱先甲买新车，甲这旧车换掉，倒汰去。M60A3当时来，你知道？1991年波斯湾战争，即马30-40年啊咧。吼，咱买一台车10年练换，5年练换，咱的战车用30年啊咧，30年、40年，咱自走炮。迄当阵足厉害啊！比如讲咱军教电影，号角响起，先兵入去，即摆用40年，自走炮就40年哦，战车嘛30-40年啊，你是爱换吼。啊，为什么安尼讲吼？为什么讲吼？你无人机起来吼，战车够地。主任这意思是讲，这无一定讲真有效，但是必须要新车。对，你要先换新车。为什么？你要阿兵哥一个安全的空间嘛？吼，咱的旧车你看咱去开30-40年车，你敢开？敢无啥敢开吼？第一个生活，第二个我是讲其实战车佫有一寡生存的空间啊。为什么？你要甲提升，提升讲，你不只是主炮吼，你要讲啊，你要斗讲反无人机的物啊，你甲斗起，你甲斗好吼，会使去去横冲直撞。乌克兰战争，乌克兰就是安尼做啊，伊就讲，伊就编组一个装甲纵队去。无特定的目标，伊安尼做，对，伊安尼做，吼，为什么爱做吼？你即马吼，你战场讲你也无装甲吼，你无法度生存，吼，你若步兵，你若要海物件，你坐车，不，你绝对避袂过无人机的攻击嘛，这是道理嘛，所以你战车为什么生存的空间？你要加物啊，加啥物啊，吼，加啥物遥控武器战啊，对抗无人机的物啊，拢甲斗去，伊就使生存，吼。那其实无人机起来吼。上面武器用淘汰，你知道？直升机用淘汰伊啊！德国就讲伊后摆买直升机啊，嘿，
日本嘛是共款啦，日本讲伊后摆买直升机啊。啊，龙潭迄阵啊，即马这是另外一支，这是另外一支。另外一支啊，这个咱问翻够够。我想战车佫有生存的空间，但即马无人机躺下来时，佫有生存的空间。哇！咱国家呢爱互阿兵佫有一个安全舒适的车，这叫战车。这但是讲看，直升机安尼买起来是阿帕奇是有效啊无效啊？我们要先讲的其实我们遭遇到比较大的问题是旧的不去丢，新的猛进来。那就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你编了169万的人在哪里？枪在哪里？装备在哪里？衣服在哪里？那是不是要做一个好好的盘点？为什么呢？我们的威胁越来越大了。那你要去对应，比如说我的预备兵力在哪里？刚刚讲的这个 M1战车很棒，很棒，你要做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以前叫做美战必连呐，现在的连不是连战啦，叫做连线啦，link 啊，所以那个战车上面，连线文音老辈，不是连的，那个上面有 EO， 有 IR， 有这个红外线各方面，一种连线啦，你要把它连起来，所以你一连起来了以后。现在按照美军最新的规划，我们也朝这个方向在走。立体，我的飞机看到的，船看到的，坦克车看到的，然后这个卫星看到的，我全部把它连在一起，然后我有一个中央的直管，我把这些东西发出去。所以刚刚的那个战车的车长看到那边有一个，那边有一个，很抱歉，你的上级长官已经跟你讲了，你打这个那个，我叫别人打了。乌克兰有一架直升机，有一架俄罗斯的直升机进来，卡50，用了7枚的刺针飞弹把它打下来，所以每个人都去报我打下来这个卡50。习惯。那你的这些武器应该要更加的要去提高它的使用效率。对。那阿帕奇呢？阿帕奇很好啊。刚刚讲了，阿帕奇最好拿来对无人机啊。现在乌克兰要去买美国的A29跟 A10， 为什么？他不要飞 F16飞那么快的，他要飞慢一点的，然后去打无人机。他为了打无人机，已经损失了3架 F16了。那个 F16都是打了7个目标，打了4个目标以后才被打到的。所以你叫那么快、那么好用的东西，你去用那个，所以他现在想要。来，要卖用车套被拍到了，所以你要用对了嘛。如果你今天你拿的是 A10， 他们也有找了那个喷农药的飞机带那个散弹枪上去打无人机啊。所以武器的思考不是讲绝对性的好，我就一定要买，主要下面对下面去。所以重要的是在整合啦，对，整合跟运用。我插一个话无人机其实大小用途足济。咱袂当讲一句讲无人机用好啊，战车就巧，唔是战车尤其对咱台湾来讲啊，咱本岛甲对华一个海峡，所以你强啊未登陆进前迄小只无人机未炸来，除非你台湾有来用，要来甲你牵你的战车，惊就是惊这啊，所以咱讲无所以这是恁家己会使做先做的代志啊。这边刚刚开战，你即马给使掠？我讲真诶，即毋是掠到做者几啊个，对无？替我的军人去找现役的讲学长、学弟啊、学妹啦，规科啦、规个拢来伊落创啥？即款爱掠，我做支持。所以毋得讲，你未来进前，你即款像乌克兰你看安尼，你直直结一只战车这未发生。但是也有法要准备，你就要先准备嘛。所以，莫讲 M1A2T 啦，咱 M60A3咱陆军甲咱的军备局已经咧研究，像迄人共款，哇，咱乌克兰看到，罗西亚嘛有，迄个人用动无人机去落，伊全落着迄人先剥掉，别剥杂咧力个别穿入内底落去，这一款。第二款是讲头电装，迄个电子干扰的，也是讲发射，你背袂起啦，发射细粒薄大的，甲大条的，这嘛有。所以毋知讲，其实咱讲矛甲盾啦，一个是斜的啦，一个是动的啦，你拢爱研究爱做。来，2分钟，两个人一人1分，歹势。
我就直接讲战车为什么会需要。第一个就是今天不是说这个战车，你说要坦克大决战，台湾不可能啊，这个地形不可能。可是如果今天解放军空降下来或登陆上来的轻型战车，火炮已经比我们的 CM11、CM12、比 M60还厉害，火炮都打得穿我们现在的主战车，人家轻战车打得穿我们主战车，那就代表我们这个车太旧了，我们要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M1 战车，它是新的，它可以跟美国去 link。今天讲了，除了我们讲三军的这个 link 之外，乌克兰为什么可以撑到现在？美国跟北约跟他说你怕加，加武敌人这边有怎样？这个就是跟美国可以连线。来，朱林，咱来讲啦，战车吼有用啊，无用啊，看安怎使用啊。要安怎用？安怎用啊？我讲歹听，乌克兰嘛用互你看啊，吼，罗西亚嘛用互你看，啊，罗西亚用啥啊？伊古早2022年，一大堆战车掉喺路无油啊，无油啊，所以吼，战车买来好，伊的机动力嘛好，毋过咱看伊的加油车有无？还是讲伊的拖板车，这有